呢度係以前嘅新蒲崗法院啊，而家叫做漁港灣。我喺漁港灣落咗車呢，就上咗嚟呢條天橋。嗰度應該有座稅務大樓嘅附近。我會行呢條天橋一直落去，睇下啟德嘅發展。天橋落咗嚟之後呢，呢度仲有地盤嘅，一路有工程做緊。對面呢啲應該係公屋，未入伙。嗱，喺呢度一路行入去呢，就係一個地鐵站嚟嘅。行咗入嚟地鐵站呢度之後呢，好多啲公屋、居屋、私樓、商業大廈，但係佢嗰個綠化呢係做得好好嘅，同埋好多呢個空間。呢邊呢就係早期嗰啲公屋，佢就一路路由彩虹嗰邊一路伸展到去呢個九龍城嗰邊嘅。佢而家呢條路呢，再行到最遠嗰度呢，就可以去地鐵嗰邊個地鐵站口呢，就可以通過去九龍城嗰邊。呢邊係住宅為主，再過嗰邊呢，就係啲康樂設施啦，體藝館、主場館、青年運動場。但係其實嗰邊都好多樓，但係呢邊係樓咯。另外呢邊呢，就係嗰啲場館，去到最尾一條長廊咁行入去。嗱，呢邊呢就屋就係少噶啦。另外向入邊嗰邊發展，嗰邊嗰啲呢以前就係啲填海嘅地方嚟噶啦。出邊呢就係維多利亞港啦。一直行入去就係體育館啊、青年館啊、打保齡啊，仲有啲大型商場都喺最入嗰邊。